后来今年的1月，空军一台乌鹰的直升机伫乌来山区来失事，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有8位将士不幸来殉职。监察院认为，当时的空军气象联队的主任无来提供有效的分导，这个监管联队嘛无甲正确的资讯输入去指挥仪内底，地师无法度观察到直升机偏离航线，所以来弹劾到空军2个军官，甲因移送挺界法院来审理。空军乌鹰直升机1月7日伫新北市乌来山区失事，造成当时的参谋总长11名在内8死5伤。监察院调查后，但是当时空军气象联队的主任任义伟没有掌握 C10 航线云层的分布。 告知飞行员航线近山区有云，明知可见光的这个云图受日照不足的影响，却未运用一目了然的 IR4 及真实色的云图，让飞行员能够掌握全貌。那认为气象联队无提供正确资料和驾驶监委嘛弹劾监管联队，那馆长周树凯就讲伊无吸收 F16弄山的教训。 没有查询地障，违反标准作业程序有关任务前应查询地障之规定；没有将航线输入到指挥仪，以至于未能察觉专机偏离航线。本案第2摆弹劾审查会才通过，就是因为开第1摆时，部分的监委认为弹劾层级伤低，质疑讲敢是替高阶将领脱罪，完全没有考虑说他的军阶到底是有多高。最重要的就是说。 他是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，他是负主要责任的人？那8天中，他负责的就是那天主要的任务。好，那至于站管也是那天主要的任务。对移送工程会是有信心的。被弹劾2个军官会移送定界法院来审理。空军表示讲，尊重监委的职权，未来将会继续加强人员的训练。